昨暉伫咧国道2号发生一件钢条去撞到车意外，有一只连结啊，那像是无保持安全距离，向打洞啊，刷去撞到头前的车。车道顶悬10吨重的钢条，因为无固定好势，就安尼直接飞出去，去撼到人的车。地处拢总有6台车是规个拢做伙。加在这个车主是干那轻伤尔，无大碍。也那事故的原因要爱厘清。黄色 H 型的钢梁就安尼直接撞伫头前的保时捷，毋但车顶规个猫落去，挡风玻璃嘛碎去。另外一台白色的轿车的车尾嘛受波及。26下晡，国道2号西向6公里，台铁交流道的出口路段，一台载 H 型钢梁的大货车，好亲像无保持安全距离，紧急动车，造成6台车对撞，1个人受伤。总计造成6部车的事故，其中1名驾驶人受轻伤，意识清楚。那各车驾驶人9车值均为0。同款弄做堆的，也阁有伫国道3号苗栗后人上北的路段，26中道有一个信心的货车驾驶伫经过国道的时阵，好亲像无甲放车顶的阿鲁米推保护条落伫内边的车道，煞造成对伫后壁的车挡袂住，拢总造成5台车对撞，把挡掉全线道路，敢若剩路径会当通行，好在载无人员伤亡。小客车于车顶载运离区。因未捆绑牢固，致掉落于内侧车道。该车辆并停于掉落地点下游外侧路肩约100公尺处，等候警方处理。本案共造成5辆车辆事故。根据国道高速公路局的统计，当年国道差不多发生4万件物件落落的事件。警方提醒用路人载货物唔通超车、超悬、超长甲超载，物件嘛爱绑好条，放好平，袂使超过车身2边。若载运货物落落去造成意外，会依照道路交通处罚条例，处驾驶人上悬罚到1万8。记者综合报道。